在地上大条来看，伫中立有一个77岁护理师讲有人咧甲伊投资，即摆已经趁9000万啊，收袂起领，对方煞叫伊爱先汇100万过来，伊才知影去互骗去，赶紧报警察。有掠到一个21岁细干的车手移送法办。看起来敢若是真个投资 App， 抑个付款了的收据。诈骗集团冒用合法设立的立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骗人，讲若听因的话去操作对冲，短时间内就能得到正管的报酬，保证获利而且无风险。中立分局良兴派出所18日到掠到一位姓严的诈骗车手。别激动，走。中立有一位77岁姓李的老先生，听信诈骗集团的话，真交投资700多万。要想要甲投资对冲获利的1000多万领出来时阵，对方所要求爱抽100多万，而且袂当对获利内面扣，伊才发现敢若是有诈骗集团骗去，赶紧报警。警方获报后，立即制定缜密查缉计划，顺利查获前来取款的21岁严姓车手。全案寻拘后，依诈欺罪嫌移送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，并持续向上追查。警方趁这个诈骗的车手到4里的老先生出来要提钱时阵，当场甲伊逮捕。现场查扣作案用的手机一支、银行一粒，一个伪造的立辉投资公司识别证加收据等证物。事后，依照诈欺罪移送通地检署侦办。警方提醒，若是有民众家己相关的群组，或者是装相关的 App， 就可能是互人骗去。希望赶紧报警，会让平安扩大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